花莲秀林乡富社村伫咧阿年矿场山骹，总说是乡有真侪石仔落落来，去牵着部落的厝，造成人的天棚破空。这居民是怀疑讲，这是矿场崩山造成的。透过社区的监视器画面，会当看到，测试早起11:40，乡有石头落来，全办公室人员走出来看，居民嘛着生惊，大家拢怀疑是村庄后壁山顶阿年矿场当伫崩山。从那边开始哦，会到这边了，那么远，那么远，对、那威力很大哦。对对对。小朋友都在看读书，可能会被吓到。万一时候长在幼儿园，那很痛苦，很是想吧。经过初步勘查，护石头攻着的所在，包括集会所、停车场、民家、人行道，拢总6位。离后壁山顶的矿场差不多400公尺。部落随召开紧急部落会议，要求阿年提出说明甲后续的解决方案。亚尼坦诚是他们在炸山的时候是人为疏忽造成的。他是每天都有在炸山，他炸山的时段是11点半到12点。你到底怎么去解决？我们要听听部落的声音，以后我们再来做一次的决定。阿年调查了后表示，因为爆破威力敢若25公尺，石头未喷出去。不过测试的事件是因为矿区下骹边有部分桥位，结果爆破人员无算好火药利用者安尼。我们在那个最后一道的那个装药前的药量控制没有控制好，那因为这样子的疏失，所以造成零星的飞死。那我们针对这样的事件，我们公司已经针对这个承揽商，在装药作业前去加了2道的那个管制措施。好甲在规事件无人员受伤，阿年强调未来火药量会要求厂商都爱得到阿年相同检核才会当放。矿场会先停工3天，并对受影响的住户发放礼金，嘛会负责后续的赔偿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